你要除晒你啲衫啦，你就要將成身好似連埋底褲都除晒嘅，你淨係着嗰個水手服。跟住我就一路一件一件除咗自己嘅衫，跟住一件一件咁樣連埋個 bra 除嗰一下，我係咪真係要咁做呢？廖子妤喺香港捱足10幾年，由無人識嘅小配角到金像獎影后，佢嘅努力證明咗努力係有回報。今日我哋就睇下廖子妤點樣一步一步爬上香港電影金像獎嘅巔峰。大家好，大家好，我係廖子妤，我係 Fish 廖子妤。我又冇後台，我又冇名氣，我乜嘢都冇嘅時候，你肯俾機會我，咁我覺得我要捉住嘅就係機會呢樣嘢。第一部戲佢要我做嘅係有一場全裸嘅戲，係啦。咁嗰陣時我就覺得橫掂我咩都唔係，咁搏一鋪啦。廖子妤第一套入圍金像獎嘅電影係《末日派對》，當時佢入圍2014年第3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演員，而呢部都同樣係 Fish 首部參演嘅香港電影。《末日派對》係一部以多線敘事探討現代社會崩壞嘅寫實故事，當中包括官商勾結、情感糾葛、迷失青年、邊緣老人，當中以亞朗劫持銀行作開首，從而延伸出受困者各自面對嘅問題，喺生死關頭直面人性嘅真實。廖子妤喺戲中飾演小瑜，一名生活喺社會邊緣嘅新移民少女。佢因為外婆去世而感到孤獨，後來同由關楚耀飾演嘅亞朗相遇，一同策劃劫持銀行。當時作為新人嘅廖子妤喺片中挑戰大膽全裸演出。佢後來嘅訪問中提到，當時雖然非常掙扎同恐懼，但為咗爭取呢個能發揮嘅角色，仍然決定挑戰自己嘅底線。而佢嘅大膽演出，亦都讓香港電影金像獎睇見，成功提名第33屆金像獎最佳新演員。全裸戲份做定唔做？咁佢個門檻 set 到咁高，入圍新演員咪去咯，以為前途一片光明啊！做完之後又等咗幾年先至有第二套戲，又係 casting 又係有大膽嘅尺度嘅戲份。又考驗我人生交叉點啊！你究竟要去定留？到咗骨灰，佢喺戲裏面飾演梁詠琪嘅年少時期李思思。故事講述成年後嘅思思從台灣返到澳門，處理昔日好友玲玲嘅後事，過程中勾起當年佢喺骨場同姊妹們共患難嘅回憶。佢同余香凝飾演嘅玲玲係形影不離嘅好姊妹，兩人之間有住介乎友情同愛情嘅曖昧情誼。如果話末日派對中嘅小瑜係叛逆嘅代表，咁骨妹中嘅思思就係乖巧懵懂。廖子妤喺呢部戲成功入圍2017年第36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而呢一電影亦都係我首次認識廖子妤嘅契機。佢細膩嘅演技成功呃走咗我嘅眼淚，就算而家重睇呢一電影，依然能夠令我流淚。最佳女配角係要講清楚邊套戲得獎啦。梅艷芳、廖子妤。廖子妤先後3次入圍金像獎最佳女配角，然後就到咗2022年第40屆嘅金像獎。喺呢年嘅頒獎禮，佢喺最佳女配角中獲得2項提名，分別係智齒同梅艷芳。最終由梅艷芳中嘅梅愛芳成功奪得最佳女配角。雖然最終由梅艷芳獲獎，但佢喺智齒嘅表現同樣出色。智齒係一部犯罪懸疑動作片。故事講述資深探員斬哥同啱啱從警校畢業、性格嚴謹嘅新任警察任海拍檔調查一宗連環兇殺案。喺辦案過程中，斬哥意外重遇當年因毒駕撞死佢妻兒嘅街童黃圖，引發咗毀滅性嘅報復心，而引發後續一連串嘅災禍。廖子妤飾演嘅角色係 Coco， 一名混跡於深水埗底層、被社會遺棄嘅殘疾毒販。片中嘅佢把被世界遺棄嘅絕望感演得淋漓盡致。為咗演好呢個癮君子角色，廖子妤特意住喺深水埗嘅唐樓，進行實地考察，觀察當地嘅環境與邊緣人物，非常敬業。而梅艷芳中，佢飾演天后梅艷芳嘅姐姐梅愛芳。同過往不同嘅係，梅艷芳係一部傳記電影，記錄梅艷芳嘅一生。片中大部分角色都係現實活生生存在過嘅人，比起過往演員自行理解角色，再重新演繹，呢部戲難在如何演活一個真實存在嘅人。由於相比起家喻戶曉嘅梅艷芳，姐姐梅愛芳留低嘅影像與音訊資料相對較少，
廖子妤必須喺有限嘅素材中，透過造訪親友及反覆觀看極少量嘅素材片段，去揣摩佢嘅神韻與語氣。最終佢嘅演技得到認可，憑梅艷芳獲得第40屆金像獎最佳女配角。廖子妤毒舌大狀，就算唔係個曾潔儀做，佢啲咁嘅人啊，坐一世監都唔抵可憐啦。到2024年，佢再度以《毒舌大狀》入圍第42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候選名單。故事講述律師林良水因一時疏忽與巴結權貴嘅私心，導致單親媽媽曾潔儀因虐兒罪被判入獄17年。林良水2年後獲得翻案機會，決定同權貴家族鍾家及其法律團隊對抗，喺重重阻礙下為弱勢者討回公道。呢個電影喺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中榮獲最佳電影獎。同時，亦都係香港電影史上第一部票房突破1億港元嘅華語電影。廖子妤喺其中飾演反派女主角鍾念華。片中佢嘅對白唔算多，更多嘅係利用眼神同肢體語言，表現出嗰種富家大小姐嘅傲慢與不屑，演活出反派嘅冷酷氣場同目中無人嘅壓迫感。值得一提嘅係，《毒舌大狀》係廖子妤同黃子華嘅第2次合作，而黃子華作為 Fish 嘅偶像，亦都係佢來港發展好大嘅要素。細個啦，嗰陣時咧，我係發咗一個夢，我夢到你。因為嗰陣時係播緊《奸人堅》，楊秀慧咧就佢係馬來西亞人，跟住佢同你有好多對手戲，我好羨慕。因為有一晚咧，我就夢到你，跟住我瞓醒咧好有感覺，我會覺得啊，呢個係咪一個 sign 咧？係我都要好似楊秀慧咁樣去香港，我都想做演員，因為我要見到黃子華。最後就係喺啱啱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中嘅奪後之作《像我這樣的愛情》。故事聚焦於少數群體同性別議題，講述廖子妤飾演嘅阿妹同為身障者提供性服務支援嘅義工阿健之間一段跨越道德與身體連結嘅獨特情感。雖然廖子妤曾經喺《非同凡響》中飾演智障人士，可以話係有經驗，但係像我這樣的愛情嘅難度算係幾何級上升。廖子妤飾演嘅係一名腦性麻痹患者，佢必須精準模擬肌肉痙攣、手部全曲，而且講說話時帶有明顯嘅發音困難。廖子妤喺處理對白時，既要保持語音嘅模糊與食力感，又要確保情感能夠準確傳遞俾觀眾。呢對演員嘅聲線控制係極大考驗，且要表現得極其自然，係非常高難度嘅演出。廖子妤亦因此獲得業界高度認可，喺同一年內橫掃香港3大演技獎項，成為3料影后。除咗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仲包括第32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最佳女演員、2026年香港電影導演會年度頒獎典禮最佳女主角。廖子妤，恭喜晒！作為一個演員，你必須要好了解自己，你有咩做到，有咩做唔到，有咩強項，有咩弱項。因為我哋嘅工作就係飾演人哋嘅人生啊嘛。近年我哋喺唔同嘅香港電影都可以睇到廖子妤嘅面孔，而最讓我感觸嘅係最近入場睇《女孩不平凡》嘅時候，10年前嘅骨妹，再到10年後嘅《女孩不平凡》，同樣嘅班底，同樣嘅導演，除咗角色外，仲睇到廖子妤等眾人喺呢10年間嘅進步。而廖子妤，一個當初只帶住幾千港幣隻身來港嘅小女孩，一步步憑住對演戲嘅熱愛，憑住自己嘅努力，成功登上塔頂。喺成名之前，佢並唔挑剔角色，無論係尺度大膽嘅藝術片，定係只有幾分鐘鏡頭嘅小配角，佢都以同樣嘅力度去鑽研。廖子妤用10年嘅時間，證明咗一個冇後台、冇背景嘅異鄉人，喺一個競爭極其殘酷嘅行業裏面，依然可以憑對演戲嘅熱愛、不惜付出嘅努力，最終喺星光熠熠嘅舞台，成為有名有姓嘅演員。夢想喺實踐過程中，比拼嘅唔係邊個更有錢、更有門路，而係邊個能夠為咗目標堅持最耐。就一路咁樣有好多矛盾，好多人生交叉點。我真係好想做，真係好想做。我眼前得呢個機會，我逼到自己走投無路，我覺得我一定要做，做到而家啦，都幾多謝自己嘅。